给个惊吓噻！以后你们来了，来，走，好开心啊！快走！你两个一边摆凳子来，两个谁？好，今天。哎呀，炒啥子菜咯？你看，我给你带来了啥东西？哎呀，螺丝，小时候的最爱。哇，我去拿酒，这样好多喝两杯。啊，你们小时候吃了，好吃了。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好的调料，味道那么快去，来，我们姐俩好生摆一下哦。哎呀，转给你们拿杯子干嘛？哎呀，我还看这个嘛。你们两个好点去下就，我带你们去耍哈。我带你们这边去耍哈，你们两个去下就。哎，妈妈娘，让他吃饭。大姐，我们家好生摆一摆，好多年没见，好久没吃。哎，这个还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哈。真是。哎，对了嘛，我给你们拍个照纪念好嘛？来，